各位早晨，先陪大家睇下分區氣温。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最低氣温介乎16.3至16.9度，至最高氣温介乎17至18.3度。一齊睇下風雨圖。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，同時一道雲帶正係為嗰區帶嚟有雨嘅天氣㗎，所以大家出門記得帶遮傍身啦。預測方面係多雲，有幾陣雨，朝早清涼，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9度。吹和緩至清勁東風，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吹強風。聽日大致多雲，有一兩陣雨。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和暖，可以見到最高氣温大約23度，而且早晚有薄霧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埋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。而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3，強度屬於中等。睇埋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、澳門落雨，廈門落雨，台北落雨，上海多雲，北京天晴，瀋陽天晴，首爾多雲，大阪多雲，東京多雲，胡志明市多雲，馬尼拉驟雨。墨爾本驟雨，悉尼天晴，布里斯班多雲，奧克蘭落雨，溫哥華落雨，三藩市落雨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天晴，多倫多落雪，倫敦多雲，巴黎落雨，阿姆斯特丹、法蘭克福多雲，蘇黎世驟雨。天氣先講到呢度。